来开始，咱犹原用着祈祷来用信息来陪伴咱的心，来调见主。咱先来唱282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感谢上主至大仁义，伫日时恶乐，伫暝时感谢，安尼服侍也无够业。
这个诗歌是在讲心欢喜，喙着吟诗，无论日暝、日时还是暗暝，拢着安尼来。所以俄勒是一种的福塞，是一种的祝福。总是咱所做的也无够业所以咱用这条诗歌来三角琴。第一站来，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感谢上主之大仁义，伫你是恶乐的迷失，我感谢。我心所敬听，我只好会无食，又困踮你遐，拢无惊。青水的草坡，你欢喜带我去，好愿他甲你同欢喜。第三站，旷野大山坡，我有时行袂好，伊是我心身真艰苦。虽然对定来甲看起，搁提笑也鼓祝福我通求求。第四站，万民着真君，我的主我真君，声音好听，面貌温顺，天使甲世人同欢喜，出大声。我的主成尊名。第五站，我是做希望大人爱主耶稣，是你听我替我开路，真理甲我命，只有你为受事，我欢喜感谢你姑姑。好，这个诗歌对象是主，是咱的牧者，所以咱唱的时阵，心内就是一种感动。我心所敬听，我心所爱，我心所羡慕的牧者。然后咱有一种的平安，一种的放心，就是咱是伊的羊群，踮你遐拢无惊。青翠的草坡，主耶稣欢喜带阮去，所以互咱甲伊做伙欢喜，伫上帝的即个爱殿乐园，伫上帝的葡萄园，参加来领受上帝的恩典。然后第三节、第四节也讲到，伫世间有时亲像沙漠，亲像风波，伫迄个无青翠草坡、无安静水边的时阵，咱的人生嘛有可能行袂路。总是呢，咱的心情艰苦，咱毋通失志。所以教书落尾讲要久啦，伫即个对着看见天笑，毋望咱失志跋倒的时，
咱的主耶稣，互咱通求救。吼，耶稣要替咱开路，佮要享受真理甲活命，所以咱欢喜感谢主，久。咱来吟第二首诗歌，就是行马路，主滚我行马路，耶稣滚我。伊出温柔的声，叫讲真光，末路是我。只要你来缀我，就有大福气。心肝得到光明，行路毋免差错。上帝福音，主的恩典，亲像路灯，光照咱人生路。咱三个来吟第一节。我行马路，耶稣滚我，就出温柔的声，叫讲真个路是我，你着替我来行，我的耶稣就有大福，心肝的光明，当我行路毋免差错，福音亲像路灯。第二节。我先是指耶稣滚我，献出灵命主爱，叫讲互人平安，是我你当下属来。父亲照顾，爱有你眼睛，今日团里橄榄，乐可心肝连结情，我要最大耶稣。最是我，你着来吃来啉，我对耶稣得着丰盛，来啉来吃这，一时以后无个欠用。咱这歌词是滚碗吼，有人唱做劲碗吼，劲碗你听起来是酒筋滚碗吼，咱照这个白话字的音来读。第二节是我先吼，毋是我也，是亚先的先，我先失志。佮最后第三节吼，来啉来食这宴吼。宴席的宴，宴席的宴，来食这宴，求主帮助咱，会当对这个歌词中来得到平安，得到一个感动，咱这时无需要请咱，请咱音乐老师甲咱换这条歌，咱来祈祷，咱用这段期间，咱来求祈祷，用这个歌词的意涵来恳求主，将这个画饼。活命的饼，活命的米娘，活水江河赏赐予咱，咱做伙同心来祈祷。
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圣的临在，互阮的心放下世间俗情烦恼，专心来到主你的面前。阮用专一的心来敬奉至圣的主，阮学习。真心、真性、真意、真力，用阮全部的意志、情感，用阮的全心全人来亲近你，互阮体会伫地里亲像伫天里的滋味，互阮会当谈到即款天顶的恩典，互阮的心。真正放下世间事，将一切俗情烦恼拢交托主，拢带到主你的面前，也将阮的看路艰难，将我伫世间难免伫风波、风野、沙漠中拄着会遮痛苦逼迫的事，主，阮拢要仰望你。拢要交代你，愿主你的听充满阮，想思你属天的美娘，天顶的玛纳，活命的饼，因为你就是阮灵魂的食物，你是阮世界的真光，用你的光照来带领阮，来入阮的心，进入阮的心。对阮的心来讲话，阮的生命得到透放，阮的艰苦，阮的一切病痛得到医好。感谢主，互阮用祈祷来进入礼拜，来进入到你的圣殿，来进入到你的至圣所。愿你用你的圣神保惠师充满在座，充满兄弟的心，运行伫阮中间。互你的话、你的神、你的诗歌，甲你的会众同齐来敬拜。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好，咱搁吟第一节就好，第一节搁唱第一节。我行要路耶稣跟我救出。声叫光真光活路，是我你着带我来行，我的耶稣就有大好心光。感谢主，咱愈唱愈好吼，唱出迄个信心吼，抓条上帝应允，咱对耶稣就得到大福。福音亲像路灯，带咱行人生的路。咱来吟363首回情诗来进入礼拜。
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也祝大家平安。咱即时准备心来开始今日礼拜，咱来听福音敬声。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往耶和华唱歌，着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282首，来懊恼咱的主，咱的上帝，请起立来吟全首。
欢喜。风也大山坡，我有时行袂路，其实我心情真艰苦。虽然对敌来，但看见个地球，要苦主予我通求救。万民着真君，我的主，我真君。声音无听的嘛温顺，天使甲世人同欢喜出大声，学了我的主将尊名。我心所以无大忍耐，主耶稣是你听我替我开路，因你教我命，只有你为受死，我也感谢你姑姑。咱犹原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列岛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甲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公堂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应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34。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34。咱所听见的有治水神，因为伊伫伊的面前成长，亲像尖尖的影。伊无好形状，无威仪。伊受看轻，互人放杀。伊受看轻，亲像互人黄面毋看一样。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总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伊担当刑罚，咱得着平安。咱拢亲像羊迷路，伊受压迫，拄着艰苦，犹阁无开喙。佫亲像羊伫检问的人的面前无出声，伊对压迫甲审判受处去。
伊虽然无行强步，喙也无有诡诈。伊放杀性命到死，伊也立伫罪犯的中间。三甲来祈祷，愿荣光归伫主上帝永活的爸，创造天地世间的独一真神。愿荣光归伫主耶稣基督，又通过福音赦罪真救阮。愿荣光归伫圣神上帝，赐下永远无穷的安慰伫阮的中间，时时引带阮行伫光明公义的路上。主啊，受伤的芦苇你无压制，要花的灯火伊无拍熄。恳求上帝帮助阮，若有福禄品德的，求主更新因；有拄着试探的，求主坚固因；遭遇艰苦的，求主安慰因；要先到要跋倒的，求主鼓励因。带念阮的主耶稣基督十字架顶救赎的功劳，赦免阮拢总的罪，救阮脱离拢总歹的念头，互阮一生通行伫主的运典中。主啊，圣经有讲，我软弱的时，反转快力；软弱的时，反转快力。恳求上帝帮助阮，若伫咧经历苦难中的运典时，阮有够野的快力，无互魔鬼牵赢。主讲，有我的恩，恁就够野，因为我的快力是伫人的软弱来行。较爱夸口我遮的软弱，互基督的快力带伫我。主啊，阮深信，每一摆的苦楚试炼，拢是主的安排，拢是恩典，是恩典，也是考验。恳求上帝帮助阮，阮伫遮礼拜，安静阮的心思，开阮的心门。今日阮耳孔所听的真理，会栽种伫阮的心内，互阮结好的果子，通来荣光主的圣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救赎阮平安。阿门。圣歌队带咱来学乐，音乐吟的诗，入我心。
中读上帝的话，圣经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到16节。新约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到16节。这个事以后，有犹太人的做期，耶稣就耶路撒冷。伫耶路撒冷近油门有池，西北来的腔口叫做毕士大，有5个玲珑，迄内面有青面的、摆骹的、血孤焦的。侪病人倒地，伫遐有一人患病38年。耶稣看见伊倒地，知伊的病已经久，甲伊讲：“你爱得到好吗？”患病的人应伊讲：“主啊！”最叮当的时，无人通扶我落池；到我来的时，别人代先我落去啦。耶稣甲伊讲：“起来，拿你的袍仔去行。”迄人即时好，就拿伊的袍仔去行。迄日是安息日。犹太人就甲得到医好的人讲：“今日是安息日，你拿袍仔是毋合宜。”若是伊应讲：“迄个医好我的甲我讲，拿你的袍仔来行。”因问伊讲：“甲你讲拿袍仔来行的是甚物人？”得到好的人毋知伊是治罪，因为耶稣已经去别位，是迄所在的人罪。后来耶稣伫殿里拄着伊，就甲伊讲：“你已经得到好，无得搁犯罪，行了你拄着搁较惨。”迄人就去甲犹太人讲，医好伊的就是耶稣，所以犹太人喷着耶稣，因为伊伫安息日做假的代志。现在，现在，现在。我心恳先来尊重，我心清早对你认公，只显我的主。现在，现在，现在，我心恳先来尊重，我心清早对你认公，只显我的主。本堂林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恩典，也是考验。现在大家平安，咱做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伫疫情困难的中间，阮有缘来到你的圣殿。主，你保护阮，你的保护也看阮，阮无受到病毒的攻击，也保守伫遮个确诊，捌到遮个COVID-19的兄弟姊妹
也是咱的细囝，也是咱的厝边，都行国校，拢求助你，互因无得到伤重，互因当紧紧伫即个病情的中间得到恢复，身心灵拢得到勇健。即时我要来领受主你的话，愿主你的恩典、你的圣神做工，愿讲的听的平平得到利益。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这个必须带，伫咱世来读经吼，有这个图，咱简单看者就好吼，因为咱毋是要上地理也是历史课。只不过，互咱知影讲，即个模型是对咱拄则看的这耶路撒冷城伊的圣殿起造伫的北面，然后咧，即张下底即张图就是对东北边吼，安尼上东北角看过去，看为耶路撒冷的中心，也就是看到即个必须带的即个水池，然后阁有羊的门，然后圣殿伫搁较头前，然后搁较过去，就是规个耶路撒冷城，就是百姓徛起的所在。今日耶稣来过节，特别来到即个必须带的即个水池。伊敢若是有2个水池，所以伊有5个玲珑，就是走廊。第5个走廊就是拄好可能伫中央的所在。伫中央所在，可能伊想讲，倒一边水在震动的时阵，我跳落去，我可能双边拢有机会，对无？伊若是伫其他的，就是干那一边，所以真侪破病人拢伫遐咧听候，水在打震动，迄其实是一个地下水泉。即个传说。检测是迷信，咱知影上帝毋是用即款方式在医治，但是讲迄个水泉有奇妙的功效，然后咧特别伫迄个水在打震动的时阵，就天使来啊，紧会跳落，就得着好。然后伫遮有一个足资深的患者，38年上资深的咱去做复健咱有时看到护理人员也是医生讲你搁来啊足固定的135。246足资深的患者，嘛有一种讲法，就是讲伊可能已经绝望啊。第一就是讲，迄个传说是迷信，伊寄望伫即个迷信内底。第二就是讲一种讲法，讲伊可能是无望好啊啦。伊虽然伫遐，但是伊是望别人安那摕一寡物资，也是钱财甲伊可怜，甲伊施舍。也当靠着别人的帮赞，所以咱对这个故事，咱来当然无讲了真详细，讲这个内底有青梅的，有变随的，摆骹袂行路的，也有血气孤单的，可能就是肺痨循环无好，也是中风袂振动，无特别讲这个38年的是倒一个。倒一种，嘛无讲伊是38岁，毋是讲伊出世就青霉，还是出世就破病。因为耶稣捌有一届拄着一个出世就青霉的人，就问讲：是伊犯罪，还是伊老爸犯罪，还是伊老母犯罪？耶稣讲：拢毋是，是要伫伊的身躯顶见证上帝作为。但是咱看即个真无共，咱会当对即个中间故事的头尾去找着线索，就是。尾啊，耶稣讲毋通阁犯罪，可能代表伊的即个问题，甲伊的犯罪有关系。可能伊犯罪造成即个病的效果。伊做一寡代志去伤害家己的身体，也是讲伊的心灵嘛，检测嘛是破病的情形。好，咱来学习几个功课。拄则即个看起来是敢若一个。水池游泳池，然后这张图是无共画家画，可能搁较接近这个38年这个人的情形。伊毋若伫一个草树啊铺伫涂骹，伊搁起一个텐트有无？一个帐篷，敢若袂属于迄位伊的啦，迄位伊的，上资深的38年的患者伫遐
起一个小帐篷，哦，就是我袂输住伫遐，听候别人来甲伊淋淋伊安尼。所以耶稣就真有意思，哦，耶稣甲迄个甲伊砍掉，米伫内底，甲伊掀起来，哦，甲伊掀起来讲，你有要得到好无？还是你要继续米伫遮？你要继续一直听候？人讲自助人助，你有要人真正甲你帮衬无？还是你要望一直伫遮来乞讨？亲像伫迄个美门有无？有人有一个袂行路的，甲彼得讨讲有钱无？彼得甲伊应讲金银我拢无，但是我将我所有的互你，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伊就得到比伊真正本来原本想要得到的钱财，更较好的物件，就是伊会当得到恢复健康起来行。伊就行走着、跳走这个跳跃着赞美神。但是这个无真情形，无真感。耶稣是甲伊问啦，你要得到好无？你要得到好无？这个人，你看伊的回答，伊的回答，咱会当看出伊的问题伫倒位。伊讲：先生啊，主啊，水在震动的时阵，无人通扶我落去。到我想要落去的时阵，别人带先我落去。所以伊毋是讲我，这伫咧讲家庭婚姻，也是人际关系课程的时阵，常常讲的一句重点就是 I message。你来讲我怎样问题，我的问题怎样，我的感觉是怎样，我的情绪是怎样，毋通拢讲你，因为讲你就是在怪对方，你安那，你安那，你来讲我。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无？无人是无人甲我帮衬，过来咧，别人比我大声落去，所以可能伊一个问题就是，伊拢掠做讲这是别人的问题，这拢是别人的问题。所以咱学习头一个信仰的功课，就是去掠一条线，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到底是你的责任还是别人的责任？如果是别人的责任，你嘛唔免为伊担。这伫心理学叫做背猴子，有无？咱有上这个人际关系起做课程，伊的代志你为伊背猴子。囡仔应该家己经历挫折，然后家己写功课，唔通老母讲要开学啊，暑假了功课写袂了，全家总动员，我帮你画美劳，你帮伊做啥？要替囡仔做，替伊背猴子，安尼就唔对。圣经嘛是安尼甲咱教导，伫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讲了真明，个人有个人的工课，个人有个人的责任，个人有个人的使命。你伫一生伫世间，咱有一天爱甲上帝交笑，无人会当替你面对上帝。你要家己为你的人生担起责任。所以保罗讲，有人亲像即马，咱拄则咱的关怀部这两天咯，嘛在关心的就是教会有几啊个确诊的家庭，尤其有一个是细囝老母可能拢确诊的，因兜食是要安怎？咱就爱去甲伊帮衬，因为伊毋是假破病嘛，伊是真正需要帮衬。讲授权组长郑野讲，在你买米、菜、肉还是水果伊需要的照时间送去关怀部这边来支付，互因不愁吃安尼但是保罗讲，教会爱做这个代志无毋对，孤儿寡妇爱照顾无毋对，确实有影。但是如果有人掠做安尼，这叫做滥用恩典，浪费医疗资源。囡仔无爱上课，就讲我身体无爽快，假破病。咱即马拄着疫情，嘛有人摕别人的这个赛事讲有可能啦我毋是讲。大家拢安尼，但是有的人有安尼会当安那请保险，会当领补助，会当免上班，结果
其实也无安那吼。所以这就是无正确的心态甲动机。所以保罗讲，唔肯做工，莫互伊食饭。破病当然爱休困，但是你若是无事，结果你加做破病，佮加结束啦，这个真正是加38年。安尼你的问题真正爱医好的，毋是身体，是你的心态。哦，所以保罗伫遮讲了真明，有人无照规矩，唔做工来教会，拢听候等别人在甲你奉台，唔肯做工，安尼。哦，换句话讲吼，拢无爱服侍，哦，无爱洗碗。后回咱疫情过去，爱餐的时阵，莫甲伊添饭，哦，不准伊。咱讲有敬圣餐，即个叫做戒规，咱咧规去甲伊敬爱餐，敬爱餐吼，因为伊拢要别人甲伊侍奉，甲伊捧菜，甲伊底饭，甲伊底汤，甲伊洗碗，吼，然后整条拢毋叮当，吼，啊，搁后壁即句搁较害。代志无做，上帝讲就得害啊！佮爱管东管西，专门在管别人的事。保罗讲，即款人爱好好甲伊教示者，啊讲互伊明白，安静做工，安静做好咱的代志。有时咱有听到即句话，无讲点点食饭啦，食家己的饭啦，一款代志，咱讲爱有造就。顶礼拜讲的，母亲有智慧，就会口说恩言，一直开嘴就讲智慧的话，讲有稳定的话，祝福人的话，圣神的话，上帝的话，真理的话。智慧的妇人人，伊就会起造这个家庭有智慧。啊，愚妄的妇人人呢，就亲手拆毁。哦，这是真言讲的。所以咱来做迄个有智慧的人，食家己的饭，唔通去讲人长底。讲闲话，最近我听到一个教授在讲，真趣味。伊在讲时间的管理，但是伊嘛讲到闲话的代志。伊就讲吼，咱要怎样，互咱的时间增加？其中一个方式就是，你莫去讲别人的闲话，然后呢，你就毋免去开时间敲电话去甲迄个人讲我无讲。有意思哦！你讲闲话，就是浪费一届的时间，然后你搁敲电话去甲迄个人讲，无啦，我无讲啦，啊，毋是安尼啦，我毋是安尼讲啦，去甲伊解说一堆，你就浪费你的人生两届，了两届的时间。咱搁看一个例吼，伫但以理册内底有3个朋友。这3个朋友的名，咱可能拢袂记得，无好记。这3个人的，尼布甲尼撒王甲因讲：，你若是无爱拜这个金像，当这个造教的时阵，恁无跪拜，我就要甲恁，毋是干那恁，所有的人拢要ฮ็伫火炉内底。结果咧，这个但以理这3个朋友，伊竟然讲：，即或不然，这就是一个真大的信心。今日金句是：人若无信，无法度得到上帝欢喜。这3个朋友，因就是真正有这款的信，豁出去，吼。耶稣讲，人若是要救家己的性命，会失了性命。啊，颠倒呢，为着伊放下性命，要得到性命。这3个朋友就是讲，我愿意为我的信仰，甚至放下性命。伊讲，就算是即或不然，伊头前迄句是讲，上帝会出手甲咱救。上帝若是无甲阮救，阮也袂甲你拜这个金像，拜偶像绝对无伫阮的选项内底。所以伊这信心是遮尔坚定。所以伫遮咱看到讲，这3个人真有智慧，伊甲这3项事分了真明。王的事、我的事、上帝的事分了真明。王要甲阮等落迄落。王要黑白定这奇怪律法，王要要求所有的这个宗教信仰无自由，迄是王的代志，迄是政府法规的无合理。但是呢，上帝要出手甲阮救，无甲阮救，
这是上帝的主权，我嘛无在调，无能力去要求命令上帝。我所会当做的只有我家己，所以我为我家己的决定负责任就好。就是我决断袂拜这金像，我袂敬拜你所采的这个偶像。所以伊这甲伊分了进，咱嘛爱学习别人的事，咱嘛一直管囡仔有囡仔的事，咱用关心用祈祷就好，你莫过头去干涉别人的事。然后呢，上帝有伊的时有伊的主权，咱嘛袂使伫祈祷中命令上帝，亲像耶稣的学生嘛捌命令耶稣讲：主啊，请你吩咐火对天降落来，甲因烧死。竟然叫耶稣做遐尼残忍的代志，这就是人无认分，无知影，唔知影家己的本分，家己的责任到倒位，去插别人的代志，家己的代志管无好，然后呢，要管到上帝去。好，第二个咱来学习的，就是这个嘛是真要紧的原则，就是改变推卸责任的歹习惯。咱看囡仔就知影，只要囡仔犯错会受气的时阵，什么人做的？一定有人第一讲，不是我，不是我啊！如果是我呢，就是说因为他妹妹推我，还是弟弟撞到我，就是若是无我的代志，我就讲唔是我；若是小可有我的代志，我就讲别人的责任较重。亲像咱车祸初判表讲，一定是伊7成，伊责任较重啦，我3成。结果判出来，结果无一定是拄是安尼，因为人拢会想要，认为迄是别人的唔对。所以为什么我会安尼讲？因为咱看圣经就是安尼写，迄个破病的人拄着犹太人的时阵，伊可能真欢喜，伊本来袂行路，即摆会行路；本来行动不便，即摆好啊，伊摕跛仔举，确实有影，耶稣叫伊举。但是呢，伊拄着这犹太人宗教领袖的时阵，伊讲今日是安息日呢，你竟然做唔通做的代志。伊讲，伊却回答：那是伊大意讲那是伊，伊本来应该有别种的讲法，但是伊一个就是习惯，就是拄着一个代志，遇事咱就是有时迄个本性就走出来，讲他却这样回答，竟然杀互别人，杀互伊嘛唔知伊伊好的人是耶稣，伊讲迄个互我，迄个人啦，唔是我，拢是迄个人的问题。其实应该较有智慧的讲法，应该是讲，列为犹太人，这个法利赛人也好，宗教领袖、祭司也好，长老也好，你请听我讲，你应该认得我吧？我伫别墅台迄边上资深的患者就是我呢，38年，我今仔日得到好呢，你应该替我欢喜。我虽然也这个跛仔歹势，但是我今日以后用袂着这个跛仔，我会当把伊单掉啊。伊可能会当较好的，应该安尼讲，恁就要感谢上帝，恁就要替我欢喜，安尼是较有智慧。但是这就是主流文化的可怕，伊拄着这个人甲伊有责怪的眼神，人就是惊人。指责，只要有伊就马上迄个惊，就互伊做一个判断，然后就一个反应，就是紧的杀互别人。拢是伊迄个去互我好的人，迄个人伫倒位，我嘛唔知。伊毋是要保护耶稣，是伊唔知。到尾耶稣甲伊讲，唔通搁犯罪，可能插着伊的迄个痛点，见小灯受去，就去甲犹太人报。即届是无说你去拄着，无说你去拄着。伊即后一回，伊是专工去报马仔，去甲人讲，伊就是耶稣，互我好的就是耶稣，犯着安息日的，毋是我，是伊叫我起来行的。哇，你看安息日治病的是伊，恩将仇报。别人对你有温情，耶稣对你有温情，结果咧拄着代志，遇事就安那，就怕事啊，是讲。就拢是别人的唔对，这叫做牵拖啦，一句台语叫做卖生，牵拖厝边拢是别人的唔对，唔是我的问题。
然后呢，咱嘛看到耶稣对你这个代志的态度，当这人就来找耶稣，讲你是安那伫安息日治病？圣经讲7日爱休困啊，6日做工啊，你唔知影吗？伊就病38年啊，你就互伊搁加破病一工，明仔载拜伊上班日才来看诊，敢袂使？哦，这是就是假好的人，因将上帝律法当作是上帝在拜，伊就是掠这做因生命的中心。因心内想的就是讲，阮守律法，阮第一名。所以任何人破坏这个律法的地位，就是破坏阮的地位，就是冒犯着阮。所以伊其实毋是为上帝，是为家己。伊就安尼镜头就闭出来。哦，所以咱来冤家的时阵，咱有时这个动作要尽量避免。哦，但是不自觉呢，哦，我还无顺利有时冤家的时阵，我拢尽量互相提醒，镜头啊莫闭出来。因为你镜头闭出来，一支是比对方啊，3支是比家己啦。所以虽然一支较明显，但是你3支在讲家己，无较赢。耶稣就甲因讲：恁有知的啦。马太福音遮讲吼，恁将遮个少细项的物件，亲像芹菜吼，亲像迄个香料盐水对无吼，叫做盐水。哦，恁拢就无价值的物件，你嘛讲哦，我10蕊爱献1蕊互上帝。啊，但是咧，比这个较要紧的，爱有疼心，爱有怜悯，爱有公义，爱有信心。这个代志你选安那？煞无注重。上帝爱恁行的，就是听命胜于献祭嘛，顺从上帝的命令，顺服，赢过恁伫遐献这物件，迄个恁倒头做，吼倒饼在做。啊，后一句话是讲吼，恁这个青梅带路的蠓啊，吼蚊虫，我毋知为虾米台语汉语甲伊翻做蠓啊，就是讲，这个水有时无清气，对无？因为水无像咱即马自来水系统，伊无过滤系统 RO 水，伊个水吼要啉的时阵，行过要啉的时阵，惊有蠓啊，有迄个小虫子、飞蛾，吼，啊伊就甲伊安那跑出来，也是过滤，啊毒都煞吞落啦，吼。这讲啥？当然是夸饰啦，都是吞袂落。意思就是讲，小可的代志，恁伫遐在估摸，但是要紧的事，好的无去做，无好的直直做。哦，就注重啉水，结果咧，污水，啊，结果咧，遐个垃圾食物、化学的饮料、珍奶啊，基本上哇直直食。啊，但是你讲啊，咱爱养生，爱啉好的水，但是其他无做，所以最后所讲，恁敬拜上帝是无效的。这款的心态，这款的态度，这款的敬虔是假的敬虔，恁是假好的人，是了然啦。讲较严重叫做侥幸啦，哦，做甲足有，但是对上帝看是拢无采工，用嘴在敬拜，心却离开上帝。就好亲像迄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内底，迄个大囝。伊认为我咧哭做，上帝老爸就足欢喜，其实无啊。哦，迄个老爸尾也甲伊讲你爱听你的，则来你的弟弟吼，你的小弟。啊，伊讲你迄个囝，伊根本就无认即个小弟。所以即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其实是两个浪子啦。一个小细囝是伫外口在流浪，啊，一个大囝伊虽然人伫厝，伊的心嘛是在流浪嘛。伊心甲老爸嘛袂亲嘛，对无？有无？咱住做伙，但是讲无三句话，啊讲话啊冷叽叽，迄就是心人在心不在，心伫外口在流浪。即个大囝就是法利赛人啊，伊叫是安尼，就是在听上帝，守律法就是100分。耶稣甲伊讲，吼，毋是，有比律法更较要紧的代志。吼，咱来看最后一个，吼，也是今日的。主题就是讲，所以你看哇，是稳定啊，得到好当然是好啊，
但是恩典嘛是一个考验呢。耶稣离开，耶稣闪开，耶稣也在观察，讲这个人到底伊会怎样应答伊所将来得到这个恩典了后的代志。耶稣尊重伊，要得到好，好，我互你得到好。然后呢，伊拄到代志，煞将这个副作用，就是好起来，摕起物件起来行，撒互耶稣。然后呢，后一届佮拄到耶稣的时阵，伊甲耶稣报互犹太这个领袖知影。所以，咱得到一个恩典，有可能是祝福，嘛有可能是一个考验。我会记得去年也是顶年的这个感恩节时阵，我有分享讲，感恩是开启下一个恩典的钥匙。你得到一个恩典，你用感谢。耶稣伊伫10个太高的，然后咧只有一个，10个拢足欢喜要去，一个半路中就好去啊。只有一个讲，比去互祭司检查较要紧的代志，先转来找耶稣说道时，耶稣就问讲，得到好的毋是10个，敢若只有一个会晓感谢吗？所以耶稣就该祝福你的心，救你的耶稣互伊更较侪祝福。我相信这是伊的生命的态度，得到上帝祝福。其他9个呢？伊得到恩典是好，无毋对，无讲耶稣讲好，叫迄9个生太高更较严重，无耶稣嘛无甲因救做，但是反映出因是袂晓感恩的人。所以感恩你会当带来后一个恩典，你袂晓感恩，你有可能伫即个恩典中，你颠倒失落上帝要互你真正生命的福气。所以你看即个故事，你敢知影什么人？这张图画了真含蓄啦，这就是大笔哦。上帝给伊恩典，就是天下太平，非利士人拢惊伊，所以伊毋免去烧战啊。也是讲伊的战术拢真稳定，所以困到日中昼，困到日头要落山。但是这个恩典却变做一个气痰，变做一个气焰，伊就起来。无看家己的某，无食家己的饭，在看别人的某，看人洗身躯。这咱拢知影这个故事，我就无继续讲。一个错，一错再错，心怀感恩，然后咧，佫害死因翁乌利亚，比大比较有公义的人，伊家己害死。所以这件代志得罪上帝，滥用恩典。所以咱来去反省咱到底咱生命的问题是啥物？是毋肯家己做工，还是得到恩典的时阵，你浪费这个恩典？这2天看一个新闻，讲台中市政府有5000台还是7000台这个血氧机，只要有确诊还是这个家中有隔离，伊就互你血氧机免费借你使用。但是有的人就是安那，无爱用，占为己有。无顾到别人的需要，还有其他人换因确诊啊！伊讲这台真好，政府要送我，其实无啊，政府哪有安尼讲？你也提出来，所以你甲恩典懒散来误用的时阵，迄有可能变做一个伤害，一个无好的事对伫你本身。好，无事今日最后要讲的就是希伯来书。这个希伯来书嘛是安尼咧提醒咱，亲像一块地。这田地，伊有雨水，有野肥，伊会生好的这个果子，也是美牛菜色。做事的人，会当足欢喜，野种的，收割的，拢做伙欢喜，对上帝得福气。但是伊若是得到雨水，得到野肥，结果咧，伊毋是生好的物件，颠倒是生这的刺激，生这的无路用的物件。你的生命无祝福人啦，亲爱兄弟姊妹，咱做一个基督徒，你拢无果子互上帝食，无花果互耶稣食，无圣神的果子互人闻到基督的香味，安尼你到底是啥物树？你是葡萄树吗？你是葡萄枝吗？你有结连伫主吗？安尼，这个对你来讲，
即个雨水甲肥料，拢毋是祝福，是咒诅。让空占土地，空占土地，没有结生命的果子，啊，无结福音的果子。哦，这就是希伯来书互咱的提醒第7节，啊，头前第4节就是咧讲咱的，这是譬如是咧讲头前，这就是基督徒已经得到圣神的光照，已经有份伫圣神，也谈过这个主恩的滋味。就知影上帝是美好、永远善良的上帝。你亲也真心经历着主啊，也确信你的信仰啊，告别你的信仰啊，已经接受洗礼啊，甚至有降悟来世永远的活命，咱信仰告别。但是呢，伊继续背逆上帝，继续上帝叫咱爱原谅，应原谅；叫咱爱饶恕，叫咱唔通自私自利，唔通去伤害人。咱继续在做这个代志的时，讲安尼无恩典互你啊！上帝恩典是贵重的恩典，毋是廉价的恩典，毋通将耶稣搁定死里个。哦，所以求主帮助咱。哦，咱今日最后的圣经就是金句是，嘛是伫希伯来书。哦，咱来看这个。这个讲今日的这个经战吼，所以信心要紧啊！这个信心嘛包含真侪，其中一个信心就是包含你对上帝恩典的回应。你若是互上帝互你恩典，你会当感谢的时阵，你会当感受到，有时囡仔拢毋知影老爸老母、阿公阿嬷为伊做的，伊拢当作是应该的时阵，伊就袂互人欢喜，这个囡仔就袂得人疼。总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做上帝囝儿，若是常常有属灵的觉醒，讲这拢是恩典呐。咱今日坐伫遮礼拜，拢是恩典呐。哦，咱无确诊，还是讲确诊，这个奥密克戎已经是上轻的咧。即马6万，可能后礼拜到上高峰的是6月21的，咱这个灵修会时阵，可能会到12万，然后就开始降。这就是这个预测哦，这个咱书这些当推论出来，但是咱不是 Delta 嘛，哦，咱轻症跟无症状的比例相关嘛，不是 Delta， 咱那么是感谢，哦，亲近上帝，的确就信上帝有恩典呐，的确就信上帝有祝福，但是咱爱照上帝所意的期待方式来接受这个恩典，来反应。若无，咱无通过这个考验，可能哦就无得到上帝要互咱搁较大伫后壁，伫这个恩典后壁所要带来祝福，所带来福气。哦，愿主帮助咱，互咱今日看到的，毋是只有看到这个38年得到好，搁较看到是伊的反应无及格。一开始就杀互别人，啊尾啊，吼，伊毋是讲我动作慢，我身体不便，我无法度入去，我要得到好，伊拢讲别人。然后呢，耶稣要来，这个帮助伊搁改耶稣出卖，拄着人，伊无承认讲啊，我夜谱啊，我毋对，伊讲啊，迄个人叫我夜，拢杀互别人。求主帮助咱承担责任。最后要讲的是，伫婚姻的关系内底嘛是安尼。婚姻内底常常看到两个变随的人在冤家啦，常常听到拢是你啦，我会遐尼受气，拢是你啦，我会做出这个代志，拢是你啦，所以差无结果，即马要改变，即马改变，咱无法度改变吧，咱对家己改变。我若是看无顺样冤家，我就爱讲，拢是我的问题，拢是我的错，拢是我应该讲，较侪是我的错。我知影我的问题伫倒，我知影我的错，我需要解决的是我。然后呢，你的问题、你的责任，你爱家己去解决，我无法度替你解决，你爱家己去解决。所以这是伫关系内底，尤其伫婚姻的内底，咱毋通两个。看病会得冤家，甲责任、甲错误、甲问题拢撒互对方，拢是你啦。咱换做是我，是我的问题，我愿意担这个
责任，吼，安尼咱才会当真正得到医治。你若承认讲拢是你毋对，也就应验的耶稣讲的迄句话嘛。安尼你就无需要稳定，你就无需要医治，因为有病的人才需要啥物医生。我来是找罪人，悔改毋是找义人。结果你冤家的心拢讲我是义人，我无病，所以我无需要稳定，我无需要改变。等到咱来改变，讲我是有错的人，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这个造成这款的伤害，是我的错。然后呢，讲我是一个有破病的人，我心内有破病，我会听不足，求主帮助咱。主耶稣就会讲，你要得到医好，当主问咱，你要得到医好的时，你就爱应讲，我要得到医好，而且我知影这个医好，毋是只有表面的问题，是背后的考验，背后的责任，会当带来新的祝福。咱做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通过今日的这个圣经，阮有新的看见，知影我毋是只有表面上爱得到稳定，得到医治，伫阮的心灵也有真济需要被主来医好、恢复，也是修正的部分。求主你感动阮，互阮看见家己的问题，看见甚至是迄个问题背后的问题，毋是表面的问题，是生命内在搁较深的迄个本质的问题。阮的心是毋是真像法利赛人，只有用嘴在敬拜，心离开主远远？求主你怜悯阮，互阮的心无搁亲像浪子，也是即个大囝用律法来满足上帝的要求，掠家己做义。求主帮助阮，互阮会当谦卑、悔改、转向主，也彼此包容，无搁彼此伤害。愿主你借着今仔日的稳定互阮明白稳定的背后，检采是一个考试，一个考验。阮经过这个考验，经过这个考试，得到上帝更较大的祝福，得到上天的福气。愿咱来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做伙来吟回应的诗，圣诗第194首。我行迷路，耶稣近我，请起立来吟全首。我行迷路，耶稣近我，叫出温柔的声，叫讲真光活路是我，你就对我来行，我对耶稣就有大福，心肝为的光明，当我行路不免差错，福音亲像路灯，我身是指耶稣近我，愿出怜悯主爱，叫讲互人平安是我，你担声事毋难，我予耶稣扶持照顾，安歇的行程，这是大力艰难乐苦，心肝安然极静，我也。
真济。咱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奉献无搁伫遮用传的。咱礼拜堂2楼的门口甲3楼的门口，财务部有放一个奉献篮，咱若有感动，你才甲你的奉献放伫迄个顶面，咱的同工会来处理。咱坐咧就好，咱来吟奉献的诗。在吟诗的时，请建中执事来到头前，准备带大家来做奉献的祈祷。只是愿到你圣殿，点通白白受恩典。虽然报答极苦情，愿你甘乐愿所愿。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阿罗你，阮要用谦卑虔诚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领受你的祝福。因为阮信，只有亲近你，你就会赏赐一个报赏，互追求你的人，阮只要找就会得到。只有坚定信仰，心灵就会得到医治。求你帮助阮，用坚定的信仰来做事工。成做你的器皿，愿你听阮的祈祷，坚固阮的信仰。只是阮要献上淡薄金钱，做圣工的路用，求你甘纳。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阿门。我伫遮来报告甲通知，大先咱来念即礼拜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姐来读2遍。伫周报的第3页，世事无信，就袂为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的确着信伊有，也是报赏遐个求伊的人。以伯来书11章第6节，请。世事无信，就袂为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的确着信伊有，也是报赏遐个求伊的人。以伯来书11章第6节，世事无信，就袂为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的确着信伊有，也是报赏遐个求伊的人。以伯来书11章第6节。周报的第3面有后礼拜的事奉表，请咱有事奉的同工注意。若组合上袂好势，请会记你家己找代理的人，甲办公室通知一下。咱来看周报的第4页，教会的公告事项。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我伫遮特别报告，因为咱政府的态度就是正常生活、积极防疫、稳健开放。那照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过来10年来，咱逐个人拢总爱确诊，所以你确诊，毋是世界末日，嘛毋免昏天怨地，你会当安尼，家当做是一个重感冒，你身躯若无爽快，紧联络来就医，到伫病院来治疗。伫即个隔离，也是讲即个就医摕药的过程内面，你若需要骹手，需要人跑腿，请你拢免客气。我是小会任命的关怀部长，我会设法请教会真侪同工中级来做遮的服务，互咱真正彼此相挺伫主内面，
毋是空嘴报纸，干那伫嘴顶面伫讲，咱爱有迄个行动。即礼拜我嘛真感谢正业长老甲历史长老，都有处理咱的兄弟，因为伊囡仔确诊，老母嘛无爽快，所以因的食食要去药局摕药拢有困难。我直接拜托咱兄弟，咱若知影即种真正需要帮忙的，咱毋免客气，甲教会我讲，咱一定会当用教会所有的力量，直接来甲伊帮衬，互伊会当度过即个10天的即个确诊的隔离。过来，咱也呼吁每一个团体，若使用教会场地，用了后。使用前，拢会记咧消毒。咱也感谢关怀协会有买一支电动的迄个，咱会当家己动手来做消毒。我是感觉迄袂歹。兄弟团契买早经的时阵拢有消毒。效果安怎我毋知，但是感觉较无猛。所以聚会就会较好势。直接甲咱拜托，咱会当。真紧配合政府，甲即个疫情会当行过来看教会消息。第一咱本堂咱顺灵执事的妈妈安孝主怀，这感谢主100岁，这是对即个家庭真大的恩典啦咱有迄时代100岁伊伫5月13已经伫屏东举行告别礼拜咱。为着遗族来祈祷。第二，今日中昼12点半咱要地点改伫1楼副堂也较快，通风较好，来开中集会，请中集弟兄来参加。即礼拜啦，9点半有教会同工的灵修会请咱即个同工有报名的，伊甲时间安排好势。来参加这个灵修会，咱特别就是邀请这个郑耀宗牧师来甲咱主理。了后隔天礼拜日是迄个玉山新学院的奉献主日，同款派就是这个郑耀宗牧师伊来主领礼拜，请咱后礼拜伊咧第一关心伫新学院的需要，甲为着因来代祷。7月15。咱的青少年团契伫新社有即个营地来举办即个暑期的生活营，参加的对象是国中1年以上。我伫遮特别请咱兄弟弟鼓励咱的子弟来参加，恁会当甲会长黄依家来报名。今日团契甲小组的活动咱等下礼拜煞妇女团契有聚会，感谢牧师妈直接要来引带主理这个左右，咱若有趣味的兄弟咱拢踊跃来参加伫1楼副堂，等下礼拜煞。同款礼拜煞社青聚会伫5楼副堂有罗金地长老来主理这个新约的锁具这。欢迎咱遮社青朋友来参加。等一个关怀事项具体关怀则请牧师来伫遮甲咱引带。周报的第6页，有顶礼拜的奉献甲咱做一个报告甲领收，若有出入的。咱免客气，向咱的财务部长、主组长老来反映。以上。较个消息，迄个倒球比赛将会取消这个乐龄的桌游代理人可能会改到6、7月才来，等5月底高峰过了后，6月底、7月才来。延期举办，原来要伫倒行教会，时间日期再去报告。咱今日有几下个新朋友，咱来介绍是林宗生牧师
因全家对台北来，伊60年前读大学的时阵，捌来过笃行，所以迄个时阵一定是旧的建筑，因足久无来，今日特别来到咱中央，咱请伊徛起来，咱拍破甲伊欢迎，林宗生牧师。谢谢。是林宗生牧师的家属，不是伊家己无来。好，真欢迎。愿主大大祝福，纪念牧师的亲族。咱来看本周的大岛，这礼拜有各中的会考，就是要来考高中的有宏宇、武加立志的囡仔，大汉的查某囝新月，咱为因的祈祷，因功课也是考试，拢袂紧张，发挥好的表现，来荣耀上帝。也为着疫情，为着独行国小已经增加到搁增加了19个，独行国小累计确诊19位，为因来祈祷，有的班级已经停课，有的无。搁一个，咱来看下一页，迄个自信文音，有相片无？在下一页，有咱昨因为疫情中间，伊就无特别邀请大家去庆祝，所以牧师代表伫遐举行一个真温馨的结婚礼拜，敬上圣经加一个礼金，祝福文音加自信，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新的独立的家庭，来荣耀上帝，也互因彼此学习仁爱三听的功课。为着宗庆，伊的这个换地址，继续在经营这个餐包的生意，疫情中真无容易，为伊祈祷。牧师邀请咱即时做伙徛起来同心，为着咱所疼惜的台湾以及乌克兰，佮有咱侪教会要佮再来的这个领袖会，拢有主的保守、引带带领咱做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的恩典、教育、恩用，你就是阮的望，你是天的美女，你是阮的生命在伫你，阮的力量、望也拢在伫你。也愿主你特别看顾乌克兰受苦，也是战乱中遐个失去家庭、失去父母的囝儿，主啊，求你怜悯因。互教会、互世界、互这个单位会当提供好的帮助，也早一日来结束这场无公义的战事。也求主你特别看顾台湾的疫情，各学校有停班、有停课，也有囡仔未注疗就染着病，求主你特别保守、赏赐因。健康的体力，好的免疫系统，会当赢过这个病毒的攻击，会当得到恢复，而且无有任何的这个副作用、后遗症。就是特别祝福自信甲文音，互因两个家庭也结做亲家，亲上加亲，享受因的彼此相听的心，也温上加温，力上加力。主愿感谢你，今日也带领林宗生牧师伊这个家族来到阮中间，主你互阮同心来敬拜，同心来学乐，互阮伫遮来彼此祝福，愿主你的恩典充满阮每一个家庭，特别有病痛软弱的苏慧老师、秀春姐、秀芬姐。都有伫疫情中伫咧隔离中的这个
启新甲即个佩纯，甲因的细囝德龙，拢得到主你的保守看顾，愿将阮的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每一个家庭，拢交托主，仰望主，愿主你赏赐福气，赏赐平安伫阮中间。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彼此来请安，愿主祝福，愿主用伊的疼赏赐予咱。咱来吟，我用主的疼，诚心疼你。我用主的疼，诚心来疼你。我用主的疼，诚心来疼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疼，诚心来疼你。搁一届来。我用主的疼，诚心来疼你。我用主的疼，诚心来疼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疼，诚心来疼你。感谢主，咱彼此相疼，伫教会，伫家庭。咱来吟上言，圣诗508首。天野万邦，万国万民。天野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家诚心。多罗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有传递到万世。阿门。愿主耶稣基督无限的恩典，天父上帝极大的主爱，圣神保惠师奇妙的安慰甲带领，甲恁兄弟姊妹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岛。咱今日礼拜到这结束，大家平安。